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各级学校停课无停学，相对的实体毕业典礼嘛全部取消，改为线顶来举行。其中安南区青草国小为了让学生无同的体验，校方特别甲社区家长借来一台牛车，用假装一牛车的方式，将毕业证书甲奖品送到小朋友的厝内。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南市应该说全国都停学不停都停课不停学了那当然毕业典礼全国也是取消。那全国取消以后，其实小朋友很失落，因为之前他们要毕业的户外教育的旅行，也是要出发前一天，全国进入3级警戒而取消。现在实体的毕业典礼又取消之后，小朋友很失落，所以我跟老师还有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同仁，就在集思想，要怎么样办一个让他们难忘的毕业典礼。当初会有这个发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希望让小朋友有一个难忘的童年回忆。那刚好我们学校的事务助理郑小姐，她也是我们在地的一个居民。那她在跟我们村庄里面去聊天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可以用我们学校在地这个特色，就是牛车，来帮小朋友办一个不一样的毕业典礼。那也刚好我们的居民有一位陈先生，他刚好家里还有也有牛车，那他也很热心的，马上就说好，那他愿意把牛车稍微整理一下，就把他带来我们学校，那我们稍微布置一下，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行动。青草国小今年总共有10位毕业生，在社区民众的协助下，用牛车来载毕业证书甲奖品栽培到家。因为校方事先的保密，并无甲学生讲，因此有一个学生看到校长甲老师坐着牛车出现时，嘛感觉相当的欢喜。这些活动其实我都保密到家。那小朋友其实没有毕业典礼，其实他们都还蛮失望的。那我们想说，那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让他们有一个惊喜的感觉。所以当小朋友远远从看到我们校长跟我们的牛车出现在转角处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感动，而且发出很开心的一个欢呼声。那特别是有一位嘉山小朋友，他看到老师出现，因为他一直觉得可能我们大概不会再有机会在学校见面的，结果竟然发现老师跟校长都来到了家门口的路口，然后并且将他的毕业礼物送给他，开心到掉下眼泪。感觉老师很用心，然后心情很开心。10名毕业生每人至少会当到5项的奖品，看到校方的精心安排，互无法度参加实体毕业典礼的学生嘛会用的感受学校老师的祝福，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